当时嘛是家己爱维省，会爱去维省。若无话呢，有足够做，嘛足够大啦。毋有呢，就是即个脾气毛病呢，拢总无做一个调整，安尼嘛无法度圆满。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毋通甲变成一个口头禅，咱爱有所为啦，有所调整，有所改变。安尼呢，你才会当步步为营。伫你心境内底，到最后你才会当骹对手。你讲的，你佫有法度做到安尼的话，咱讲真诶，你自己可以圆满。当然毋是要互人肯定，但是咱会当圆满。相对你会当骹对起去做，咱甲你赞叹；你会当骹对起去做，咱袂甲你赞叹。嘛会甲咱批评。所以讲修道来讲诶，咱一定爱去了解修道的宗旨嘛。因为咱毋是为着福禄修，但是咱是为着维修，为着咱的慧命。要互伊当岁后圆妥妥、光妥妥、圆满，那唯有就是爱不畏双修。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如果你讲意见悬，我讲甲某种的意见，但是做袂到，是有欠无心，变成是一个口头禅。所以讲，伫即个当中内底，咱若有可能真正现前的时阵，是毋是安尼？我嘛感觉家己咧会很惭愧啦，嘛无法度咧，咱讲骹对起来做，因为有即个机会，要大家学习，伙伴们嘛希望讲或许就伫学习的内底来调整自己，来调整自己。所以讲咧，伫遮讲真正现前的时阵，我们就控不了。见还袂到的时阵，你有法度讲甲空言妙，但是当你真正现前，哇，迄阵就控不了。迄阵控不了，控不了就是讲啥物拢已经来，因为你去看到迄个景，听到，看到，你的心内底滚起来。你说有所著作，有所考验，所以讲呢，你就控不了。所以讲呢，讲会较简单，要做就困难啦。但是袂当无做。所以讲，伫遮就甲咱讲，我们控不了世事执着，事事执着。安尼咧，当然无觉察啦。所以讲，咱讲一日三省吾身啦，这嘛有医道迄个所在。当然啦，这佛法嘛无法度人安尼做，嘛无安尼咧做啦，嘛无安尼咧做啦。所以讲呢，伫咱当着的时阵，事事执着，无论讲是计较甲比较，因为伫道中内底那即两个较，要比较甲计较，去家己信心，在修道上是有所不及的，因为啥物你拢有比的。我感觉讲伫修道不用跟自己比。我有进步，还无进步，因为咱比别人袂比一，你咧比好来咧比较，当然你若比歹，我们很好，你若比好诶，咱无法度。所以讲咧，为着要爱互咱生出了解即种诶心，当然咧好，我们能够再好，不好的我们就去改变，免去甲自己比较。因为有比较，就有得失，就有起落嘛。所以或许呢，嘛感觉讲呢，咱伫修行学道，对了伫这个计较甲比较，嘛是爱减轻啦。若无，咱嘛有所执着的话，这嘛是修道的必定，这嘛是修道的必定。因为佛法顶礼拜去台北嘛，嘛谈经嘛，即礼拜谈经嘛，礼拜，跟一个迄个
迄个起贵班不惜分心跑我不赢这个这种爱用头壳的，我用头壳无法度所以你看这阵我就讲无交各位先生出去了解你承认东抄抄西凑凑要安尼甲伊斗好势，要安尼去理头，因为真的就是这拢是爱意见的所以讲呢，你这书走这个书呢，你空不了，你就实走。那么呢，有人开罪开罪不是讲标题无定讲人有拄形容无着义讲话甲伊伤着爱是有啥物作为去甲伊伤着对你是一种的生气，安尼爱是讲不中天污蔑的话污蔑的话，当然大家听不中天，因为大家拢爱听好听的嘛，若听好听，安怎听好听，听甲伊遐啪啪啦，安尼呢拢不了解，若如果是违背了着我的意，这就是不中天啊，这毋是我爱听，爱是讲我歹，这我无爱听，讲我的不是，讲我的无好的，批评我，当然那以后我来讲起，或许还是空不了因为我嘛爱听好听的所以讲你家呢不中天污蔑的话，那么伫内心内底心如鲠在火啦，若是讲咱较早食草的时，感觉叫鱼子啊过敢办？办啦，无嘛办啦，嘛办你去互鱼子过着，要安怎？要安怎？你甲刺较紧甲揢掉嘛，对那么就是讲，如果呢有人开罪讲着不中天的话、污蔑的话，你哪想去互鱼刺过着，你就想要甲伊除掉除掉就讲刺甲夹掉嘛，这个人你就想要甲除掉。所以讲，伊有当讲心如鲠在火啦，因为叫着艰苦嘛，你只要无遐个，因为如果若是讲有即种人的时阵呢，会当伫我的面前消失，无互我心如鲠在火，这一种在修道上，真的就不自在，就不自在，因为互我有当时会去想咱人无可能拢会当做甲素如意，无可能做甲圆满。当咱有去对咱无迄个所在，咱爱去回想，咱嘛会唔对，咱嘛会唔对啦，毋是咱拢会对啦，咱嘛会唔对，你互我机会，我嘛互你机会。大家伫这个当中内底嘛是培养着咱内在的那一种的德性。毋是讲那对我有失礼啦，失去了利益，我就是要把它打趴，我就是要把它压下。这种内在的那一种的气，真的就是也不好。所以讲起来呢，咱讲赢在表面，输在里面嘛。表面你个讲我赢，不过呢输在内在。你的德输掉了，你只是赢在你的表面。所以讲呢，伫咱修道来讲起来，当着无好的代志做者，当着同修代志，当着咱的亲情朋友，有所了着不足的，一定会当着。但是咱毋通用着这种的心去来面对。当然这伫道中应该是无有这种情形啦。只是讲咱伫修道伫外口当着，咱拢爱人好啦。人好，咱毋通讲即个我感觉也无好，想办法甲除掉，
即个也拄掉，即个也拄掉。即长青，若长青来讲起来，以后我无人能用，因为逐个拢有问题。所以讲啦好势就讲大家好来好去。你有法机会，我嘛会机会。我们你安怎甲家己做好势？这是上介重要。那么如蒙在背，如蒙在背呢，嘛就讲有这代志太做，不纵听污蔑，除了心如等在火，嘛如绑在背，你就极度不安。因为有人踏入我的头，有人踏入我的背。你伫迄个内心内底，你面急躁，你段但讲我惊动起，即种的反应，即种的反应会走起来，而且呢，清清楚楚，久不释怀，久不释怀，你无法度对。而且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冬、两冬、三冬，你嘛是共款。那伫即个所在呢，要达到了解即个通，其实就是有困难，有困难。所以讲呢，咱伫修道内底计较跟比较，如果你若会当好，你就法度达到空。你若有比较甲计较，你就通不了。所以讲伫咱的内在呢，要达到了空性。也是有困难，那么为什么？为什么奈安呢？为什么奈安？就是咱讲有解悟，但是缺失，缺着实践的功夫啦。为什么奈个会安尼？较早互我讲，咱拢知影脾气无变无好，这就是有解悟嘛。有解悟，但是为什么？伊佫会发生出来，因为你缺乏了着实践的功夫。为什么会缺失着实践的功夫？因为你没有下功。当然，伫这个所在，相信大家拢有下功夫啦。但是要一份下功夫、下加工，一下子圆满，当然有困难。当然呢，咱讲会讲定定咧比咧。你讲我一个若是咧修道你就惨，我就互你好看。因为伊今仔即摆有咧修道咧，当然伊就袂用好看啦，就好啊。代表伊有实践，但是有实践当然功夫也袂完全嘛，因为止于至上，别人达到会当就近圆满。当然这种东西个是修炼的过程啦，修炼的过程。所以讲呢，咱会当去解悟，但是无实践，嘛就是讲咱无下迄个功夫。所以讲呢，咱伫修道的内底，要爱，互咱下功夫，无当叫咱下功夫。今仔若无人叫你受气，你免下功夫。所以好势嘛，拢有咧讲有影啦，万物古有咧讲试试看，免咱试。我拢感觉讲我修炼修到有够好诶，拢无脾气，无毛病，因为都无人甲你克定。当然，你嘛感觉讲你嘛感觉讲咱拢有影，你拢毋捌咧发脾气。莫甲代志来的时阵，怎啊抓看呢？怎啊抓看呢？安尼代表你就是有解悟，但是无实践。但是你若讲伫即个当着逆境的时阵，能够借境练心、借事练心、借人练心，你有咧练的当中内底，袂因为讲即个人安怎，你一困就甲伊呛。咱讲的讲，我毋对，当然你会当理直气壮甲我讲对，但是你若当理直气和甲我讲。安尼你的意见敢有较好？有啦咱的希望嘛，就是讲你希望人会当理直气和交你讲，你敢爱理直气和交人讲？爱是你理直气壮，我就是一定爱甲你计较到，甲你计较到到就对啦。所以讲咱不断，袂
要安怎讲伫咱讲所谓的借境练心、借事练心，其实这就是在互咱一概不断的去实证。可能内在你下的功夫到哪一个点，慢慢咱家己嘛会清楚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来讲当着了，咱甚至讲会当冷静好倒来，慢慢调整了咱的心。如果你若有法度人安尼不断伫咧改变的话，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变高手，四回变无敌手嘛。安尼你实情的功夫呢，就会当一步一步呢，来圆满。你会愈修愈圆满啦，愈修愈圆满，你的人缘会愈好啦。咱若一个人脾气歹，人缘敢会好？袂啦吼。若看着咱人会走，我较悲哀。迄有时若无小心人家就迄个安怎所以讲就袂走。你若讲我脾气好的时阵呢，安那像众星拱月咱就爱叫咱斗阵。所以讲呢，咱对有了伫自己脾气毛病，嘛就是咱内在内道要安怎当慢慢照着事境来历练了家己。所以讲呢，伫遮甲咱讲发生发即个事情的功夫。所以讲呢，希望讲后代当着，大家敢会当着？敢会？会啦，逆境啦因为我嘛毋敢讲家己袂啦过去莫讲啦嘛毋敢讲以后袂去当着啦。但是咱会当把握迄个机会，会当深呼吸，会当数羊，甲心呢冷却下来。安尼你就有法度咧，袂遐尼安那毛躁，那安尼咧，你有一代、两代、三代的话，你的脾气愈来愈好。你嘛袂讲足随意就发脾气啦。那安尼咧，家己内在的那一种功夫、内在的德性，随着你的考验而借着考验成就自己。把绊脚石当作垫脚石，互你内在愈来愈好。那么，以文字的理解，文字的理解来讲起来呢，这拢总是咱听来无实际的参验。当然啦，咱讲文人载道，文非道啦。咱若无去听经闻法，咱无去看册，咱永远无法度理解了这个道啦。因为道这个物件，伊是无形无相。你讲伊无，但是伊是存在的，伊是存在的。若毋是存在的，咱老子呢，伊嘛袂讲有这个道。既然圣者伊讲有这个道，伊也就是讲强有曰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应行入业；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有曰道。所以讲的文字，就是要互咱会当呢，慢慢借着文字来理解来理解。对有了解文字的理解，当然这是听来，无实际的参验。咱嘛无法度咧，真正去体验真空的义理啦。因为有了听经闻法，有了听经闻法，有了看咧这个经典先册，毋如这是拢文字上而已。咱若无实际去当着参悟着，无法度能真正去体验。伊真空的义理，那当然咧，真空的义理咧，那唯有要安怎去，要安怎去体验，要安怎去体验，这是或是一种的感觉，咱修就是要对有修到无嘛，咱咧讲的，咱咧讲的当中内底咧，变成就是讲无。也是当你看
安尼有空无？敢有？安尼有空啊？因为我看着，但是我了了分别，但我不懂理念。我感觉讲咱浅显的修掉拢袂歹，比我更较。所以讲咧，好像咱讲伫即个所在，空的义理，但是安尼敢有真正空？无真正空，无真正空，所以讲咧，真空义理呢，嘛是着爱咱有去实际去体验着，咱才有法度。无讲空，空着哪空咧？我嘛听过。啥物是空？空就是无，但是佫袂当讲无，是要安怎叫做空？所以讲咧，对有了即个啥呢？即个空来讲咧，咱爱有真实的体验。所以相信大家无看到，但是你是肯定的，因为你了解了真空的义理。所以讲呢，咱不断伫即个区块内底咧，伫咧研究，伫咧研究。那再来呢，就讲非身体，非身体力行。对。这可以甲切了去切分非身体的形体业，当然呢，无法度人达到了解这个实质。咱拢讲这叫做超性要素，你感觉是真？你感觉是真无？毋捌啦这叫做道听途说。因咱拢毋捌实践，毋捌当着当然，咱就是讲，拢是去看着、听着，咱就感觉讲，安尼有影，安尼有影，但是以着实际来讲起，这个叫道听途说，毋是真正的知影。所以讲呢，唯有就是咱爱身体力行，咱才有法度人真正知影。所以讲呢，咱伫道场上来讲起来，咱敢爱实际去参拜，爱啦。因为咱若无实际去参拜，咱讲你咧讲道理，你就是文字般若，你无法度人真正的甲伊分化也化去，因为你无迄种的 idea。只是讲伫文字内底你看有，但是因为你无参办，所以讲起来，你所了解的，就是伫文字上的解释的。如果讲呢，你有去参办，有真正身体力行的体验的，当然你所讲的自然就讲会济，爱就讲会实际啦，就讲会实际。所以讲呢，咱伫参办的内底，当然咱也是时间上无一定会拄啊好啦，若会拄啊好咧，人讲多听多闻多看多学习，对有了伫小办的这个道务的推动来讲咧，咱自然会愈来愈济，那再来就是讲，伫文思修，文思修来讲，咱对听到了后。咱一定爱静下心，认真去甲伊思维啦。当时咱听遐个话咧，问唔知伊咧讲啥咧，当然咧，咱来讲真正去甲伊体会，伊咧讲的点伫啥物所在，安尼你才会当有所得。若无咧，你会感觉听袂歹，但是袂歹对一样，唔知影。唔知影，所以讲咧，伫咱文思修听了后，咱爱静下心来，爱认真去甲伊思维。
所以伫咱听课的内底呢，有当时咱拢会当家做笔记啦。你若感觉讲伊的重点，咱会当家己记录起来，会当落去了后呢，会当反复将对了的这个言语、这个诗句，好好去个做一个，做一个体悟，安尼呢，咱才会当有所得。若无听过袂歹啦，真正听过人真正袂歹。但是呢，你听过呢，你起不了作用，起不了作用。所以讲呢，那么咱来认真思维，爱亲身体悟所听所思道理，伊的正确吼，咱毋通爱去注意呢。有当时呢，讲师前面咧讲的，无定定伊伫迄个当下内底讲毋对，嘛无一定。这嘛有可能，因为人非性命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难免会有伊的迄个啥，伊的迄个角度，甲伊的思路，无同的所在，咱来认真听咧。咱来认真听。若无，咱讲你会用说，你会用说，安尼对哦，安尼你就会去认同它。其实呢，这是不对，这是不对。所以讲起来呢，咱伫修行内底，咱来脚踏实地，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唔免太快速啦，修道唔免太快速。安尼呢，咱才有法度人真正，人讲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因为伊脚踏实地，你经过一个思了后，相信你就有一种这边的改变，有这个改变，若无，你就没有那种改变，所以讲呢，讲迄工，咧做手指，你互我毋捌讲去扳过手指啦，毋捌去扳，迄工就坐伫遮就拄好要去念香嘛伫遐条念一个，就听真个安尼讲，慢慢去甲体会，无手指倒伊嘛毋知安怎用的，我嘛毋知讲到底，爱洗还是爱洗几间，还是爱安怎洗，毋知影自然你有去参与过了，你就会知，这个物件，你就有所体会。当然伫道中来讲起来呢，咱的工课，咱工课足济，工课足济。咱若无讲有一步一脚印去甲搭配呢，其实咱要去学习到的，去领会到的呢，自然就有迄个困难，就有迄个困难啦。所以讲呢，要安怎讲一步一脚印，有事依义理，爱实修实证，这才是难的。当然，伫实修实证来讲起，以咱在座各位浅显相信咱是有所体悟，有所体悟。你有所体悟，你就是有实修，然后你有实证。咱毋但袂去半途而废。修道内底为什么会半途而废？因为伊了解无遐尔济，就讲这无啥。当然呢，咱在座一直拢伫这个道场上，搭帮做的会当牺牲奉献，迄种无谓的付出，就是大家有实修，有实修，你自己有实证，就会有用。这道呢会当无修，因为道无修，空在人间走一回嘛。那么有修道，自然而然呢，咱就会当一入有修，一入道嘛。安尼点点滴滴累积，积沙成塔。我拢感觉讲，咱伫修行学道呢，嘛毋免想讲我一定爱立大功、大功、立大功、立大德，我们不用，咱点点滴滴，为积沙成塔就好。莫毋你想讲食无三杯饮菜就想要上西方，这样压力很大。嘛无迄个道啦，无迄个道。所以讲呢，唯有就是讲咱伫道中内底，
要安怎去参办啊、导览、救人啊，要安怎互咱的道路呢会当真正方便啊，因为你有咧做，你就知道改变。无好你会改，你若无做，你才会知对好歹，唔知。你做了后呢，你就知讲安尼，遮安尼唔好，爱安怎做？安尼慢慢的，你就法度知道了，即种摊会爱安怎做，到最后你就会得心应手。你会得心应手呢，自然你就会当做互伊活转。咱其实呢，伫修行法道，其实是拢安尼成就来的，拢是安尼靠着点点滴滴成就来的，所以讲呢，伊实修实证，因为道在心魔，不在于说道呢是心魔啊。你心魔，你若无迄个意境，你要哪去魔呢？你已经有迄个意境，自然你就法度去体会。咱没有迄个意境，你敢爱研究到意境？敢爱？话嘛是爱因为咱有当时毋是与生俱来。有当时呢，就是讲，伫咱得到道了后，咱若进入了即个道中，听经闻法，听经闻法了后，有所体悟，有所体悟。你若如果无听，无去实践过呢，你无法度让即个内心没办法呢去体悟。所以讲呢，咱一定爱有参与，你才能够去体悟道的微妙微巧，道依着咱人以密切的关系。所以讲呢，不在于说啦，毋是你讲，因为讲就唔是道，敢若讲嘛无好。嘛就是讲安怎呢？今日你的意境无够，莲花微笑，你敢会笑？敢会？袂啦你啊，世尊以莲花微笑，你3000地数，敢若一个迦叶尊者以破颜微笑。伊的意境就是标准的意境相像。你的意境若无够，我甲你讲迄件眼来偏激的所在是你自性出入的所在，你讲你骗我，因为伊的意境无够了甲你讲你嘛毋信，因为你心无法度去体悟。你的心若法度体悟，跟你讲一下，人讲临门一脚，扑头一个，你就法度毋知影改变。所以讲即种的物件呢，毋是用讲的，你意境无够，我安怎讲就无可能你会当知。你若意境有够的话呢，甲你讲者安尼，我的因为关系为，就是因为伊的意境。因为这个意境内底呢，佫袂使讲的，用讲的就毋对。唯有就是心印大法呢，就是爱有所领悟。所以讲较早要得到的心印大法，那要得到的或是感觉家己就有困难。所以讲呢，道在于心悟啦，因为伊是无看的，毋是讲有看的。所以讲呢，你讲伊无看，但是伊佫是存在的。唯有就是伊爱用心去悟。所以讲呢，咱伫咧修行学道，伫咧听经闻法呢，其实就是咱慢慢拢会当去体悟到这个道啦，体悟到这个道啦，所以讲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用讲的毋是道，用神灵意会的，安尼较袂去互走煞去啦，较袂去互走煞去，心行处灭，所以讲，那伫修行学道来讲呢，其实是重点。咱要安怎实修，咱会当实践。听人讲，当然是讲人讲毋对啦，但是这物件是别人的，毋是你的啦，敢是？伊咧讲的无毋对啊，但是咱咧听，咱若未实践的时阵，咱了毋知听就咧听，咱是对人讲的嘛，对吧？道听途说嘛。你若有实践了后呢，当
上无也不同呢，安尼，所以讲咧，会使讲是非常的妙啦。其实呢，伫咱咧感受道理呢，尤其是讲伫迄个妙处，因为一寡讲师伊法度讲迄个妙理，伊咧讲迄个妙理，你若去感受那一种内在的欢喜，真正用钱无当买，真正无当买，咱修道咧，其实嘛是爱有迄种意境啦，真正咧，无食菜若无面理，咱讲亲像咧安那，咧无草体啊，真正咧，安尼你修道咧，你会愈修愈无味，但是咱甲想伫道中内底。你讲无吗？毋过咧，我迄前面咧修行学道真正有影讲死无走。迄天我是当咧讲咱再过，伊最近身体应该是较好啦。本来有插鼻胃管嘛，即马无插鼻胃管嘛，代表伊会食，甲看面色嘛袂歹。因为即马伊活了差不多等于差不多逐个波拢会。甲伊杀去阮无即嘛物件就对啦，到伫遐几个就来遐，因为顾问伊看着我伊会讲经理足惨伊啦，即马拢无法度人来道中啦，我顾问出去啦，即毋使讲着爱身体健康，会当冲会当做，当恁做像恁安尼过去安尼冲安尼做安尼做。做起来，因为即摆你身体袂拄啊好，即个道理嘛知影啦。你搁有即种个道理无简单。所以讲你免想足济。因为我嘛甲讲，到7月12要搁迄个市会班开始啊。那请恁这外甲伊杀来，杀来伊就有电梯嘛，伊要去3楼就无问题。安尼当娑婆光普照，咱来甲想，真正前辈者真正，伊若无讲真正有去体会着，搁吊个灌风中会有在有爱无？你咧看，伊敢会讲即个话？对啦，该好恁拢嘛来叫我，恁来叫我嘛毋出去，对无？恁来叫我嘛毋出去，你甲想，因为迄种道前辈者迄种个拢毋免甲讲。你像班务顾问或是迄阵郑守义伊拢会去讲哇，助理啊，有啥物工课来互我了完啦，因为我咧讨谈安尼，心境有关啊无关？白受到即种个心境敢有关？有的人就讲无解好，你拢嘛开始着我，安尼，有的咧就是讲咧讨谈就咧做，白受因哪安尼，那就是心境有问题啦。心境，心境有问题，其实伊对道的体悟就是有问题，就是一个看较会对，一个看较袂对嘛，敢是安尼？就是讲伊体会较会对，体会较袂对嘛。当然拢是无看的啦，但是咱咧修道拢无看，但是有的人才诚心，有的人为虾米诚心袂来？有境，悟境袂够。所以讲咧，伫修道真正，咱若要修修实证，真正看人咧成就命咱若今日感觉心情较好心情较好较出啦，你较想啦这时间咱去成就的，所以好些人感觉讲，真的啦，我拢嘛甲你像泰国的德清嘛好啦，咱办德清嘛好啦你感觉台湾修道人偌认真呢？拢毋是中下程度的人呢？人迄大头家高官显爵的嘛拢有呢。你甲想讲较早彭淮南是咱中央迄个总裁嘛，中央银行的总裁嘛，迄十几页咧，伊是官主的。你甲看迄头壳遐连好人才会去修的。张荣华董事长讲一句较会迄甲看，迄海丰海富拢有诶迄大头家安那嘛是修的。所以讲起来呢，这嘛是咧
定位的，组织来讲起来，全个人拢是相像，但是根基不一样，根基不一样，所以讲呢，咱的根基所见不够，三年苦足，当然咱爱好好啊修持。我嘛知影算完境是足辛苦，但是一定爱会辛苦。为什么？咱敢知影？家己会当学我讲，敢知？唔知嘛爱辛苦无一定，咱毋通想讲我是50岁我若食到80岁去30担呢，安尼等也袂较来做，不一定因为空无子毋敢收来计袂忝所以讲会当做，咱尽量去甲做，当然咱愈这时间，咱就愈有机会来去做。其实，咱的心智一定可以磨出来，要相信你甲我迄散甲去惊着你啊，看卖为着要亲像咱伊的心智，爱遭受迄个磨练。人都足强的人，迄个心智磨练起你就无法度能实证，因为你没有实修。你这种的心智的磨练咱讲天将降天将降台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苦其心志，悟其体，空发其心。你甲看，苦其心志呢？啥物叫苦其心志？常常做，有做当来，有人想着当来做，免苦其心志。你若讲袂当做，你得做，这会当苦其心志。唯有安尼呢，你才会当去亲证这个苦其心志的意境。安尼，你若会当挖出这个意境，敢好？安尼较稳实因为咱算完变形嘛，要趁钱嘛，要修道，而且若无怎样有心真正会有困难的所以讲苦其心志难做能做难做能做，难受能受。你若法度能行会过，其实这拢是你的人。你的意境结构会跟人家不一样，真的就是实修，莫惊吃苦，因为你惊吃苦，你永远就是在那个地方。你若惊吃苦，你一定要，你可以步步升天，你一定可以建功立德，但是你一定要行出去，你一定要行过，若无，你永远就是这样。所以讲呢，要是修实证，那有理就是人讲迄个，我讲这股下面在讲千万个理念不如一个实践，千里之行，殊以足行；千里之行是殊以足行，是你要行到唔行。当然爱行，较会教，佮再来呢，用显地是何名发者？发者者当年地非也，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误。常行地非，即是发者行。那么一念无即发者绝，一念地即发者生。世人无昧，不见发者，口说发者。心中常如常如言我修发者，念念说空，不识真空，发者无形象。地为心，地为心即是略作如是解，即名发者地，即名发者地。当然遮个好学后壁叫咱。做一个来做一个研究那么，什么是发者呢？当然，伫遮咧讲的发者，伊是
梵语，伊是梵语，哦。